日本熊本縣規模7.1地當，傷亡人數持續增加，這為公共設施、建築物、徛街，甚至是道路橋樑攏損害。台南市府這幾天不但接到內省市民詢問捐款的代誌，市長黃偉綽也高度關心，因此宣布開設0728日本熊本賑災專案。一方面密切關注哈，在第一時間就表達這個慰問啊，第二時間接下來的時間呢，我們也積極籌備如何幫助他們。台南市消防局特搜隊也整裝待命等待需求以及中央政府的一個命令就可以馬上慈父救援。很感謝大家。那我覺得台灣跟日本是有每次碰到災害的時候互相幫忙。黃偉的市長，這次決定這個年金的那個活動，日台交流的關係也會是越來越緊密。台南甲熊本的魚土市、魚城市、美麗町攏是友誼社區，菊池市、嘉左町甲東區、安南區也有簽友好備忘錄。過去2016年的0206大地震、2020南西地震，台南市風災攏有收到日本熊本縣的援助以及捐款。專款專用，提供給熊本來作為災後復興跟這個撫恤之用。那希望從現在開始一直到8月31號，大家也能夠踴躍捐書。那這個捐書的賬號也會公布在台南市社會局的網站。社會局提供鎖定平台以及台灣銀行台南分行臨櫃匯款兩種方式，所有善款將專款專用並定期公開公告，呼籲各界踴躍響應，讓台南的溫暖傳到日本，維持善的循環。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